各位觀眾，歡迎收睇《商業透視》，我係梁永恩。安省嘅生產製造業目前正面對好多困難，美加自由貿易生效，可以話影響到加拿大廠嘅競爭力。我哋只要觀察一下汽車業就更清楚啦。美國 GM 汽車公司已宣布將所有生產率低嘅廠房淘汰，包括安省其中嘅生產線。無可否認，美加自由貿易對幾方面大嘅行業影響係相當明確。但另一方面，站喺一間食品製造商嘅角度，自由貿易實際上提高咗佢哋嘅競爭能力。不過，就算冇自由貿易，該廠生產嘅中西混合急凍食品嘅優質，為佢哋成功打進西方市場。現在一齊睇睇佢哋嘅成功秘訣。700萬件薄餅卷對一般人係相當龐大嘅件數。但對安省一位食品製造商，產量大先夠晒化算。為達到客人嘅需求，黃江漢喺幾年前實行將廠房現代化。呢一間200萬投資嘅食品廠，今年將進行生產1400萬件嘅春卷同埋薄餅卷，供應美國及加拿大市場。黃江漢表示，喺加拿大做生意一定要夠規格。如果唔係，打入西方市場將十分困難。喺加拿大呢，同啲大公司做生意呢，一定呢就要啱佢哋嘅規格，就同埋我哋一定要做到佢哋嘅要求。佢哋需要乜嘢，我哋一定要達到佢哋嘅目的，唔能夠話照我哋舊陣時中國人咁做，乜都求求其其就算數。而家呢，乜嘢都要講規格，所以同啲大公司做生意呢，有好有唔好。比起其他西方人經營嘅食品廠，黃先生唔單止具有相當嘅競爭力，佢可能成功過好多同行。一項價值200萬元嘅訂單，剛為佢哋打開咗美國龐大嘅市場，獨家供應俾一間加拿大控股嘅連鎖式餐館。為準時交貨，37名工人連續咁開咗生產40萬件急凍嘅。黃先生話攞到呢單生意但主要係因為公司過去有良好嘅聲譽。因為我哋已經同 Pillsbury 做咗咁多年生意，所以我哋同人哋競爭嗰陣時咧，第一啲西人咧，最緊要就係睇你嘅嗰個 quality control。就我哋已經做到咧，我可以講話全加拿大冇幾多間有我哋咁嘅 quality control mechanism。黃江漢話：大公司必定有好多額外嘅要求，除咗產品質素問題之外，有冇把握達到高嘅產量，亦非常重要。Pillsbury 係美國一間相當巨大嘅食品公司，佢哋要求嘅水準及產量可以話一定要高人一等。能夠滿足佢哋嘅要求，即係話長期會有生意做。不過對生產商，成本越低，利潤越高。黃先生話產量足夠先可以達到呢個目的。佢哋每日平均生產45000件薄餅卷。Scott 呢一睇見係我哋同 Pillsbury 做呢，已經冇咩問題㗎啦。同埋呢，我哋嘅生產量呢，佢哋知道我哋可以，佢需要幾多，我哋可以俾幾多俾佢。同埋我哋嘅成本低呢，就因為我哋能夠生產量高，成本一定低。所以就算美國公司同我哋爭呢，都唔夠我哋嚟。就係因為我哋成本低，同埋我哋個 quality control 係一流。產量當然亦要講到效率問題。黃先生認為亞洲人喺呢一方面通常勝出西方人，而中國人嘅生產制度點都比西方制度更有效。佢話每一位工人嘅薪酬都以噸件計。而一位女士喺一日內最高可包到4000件卷。我哋呢間廠呢，就用我哋中國人嘅制度，你做得多就揾得多，做得少就揾得少。所以我哋做嗰個生產品呢，就論一打計數。就如果你做得多啦，咁你咪揾多啲錢咯。所以啲人呢，都好搏命同我哋做，所以我哋生產量呢就好高。
如果你生產量高啦，你成本就一定低。為滿足客人水準上嘅要求，製作每一步都要講究清潔嘅問題。呢間廠每8小時都要停頓製作過程，將所有機器全部消毒過。黃江漢話：就算目前法例冇硬性規定，佢一樣會實行呢啲措施。就算成本大咗，都係值得嘅。我哋8個鐘頭內要將全部間廠消毒2次。咁消毒呢，唔止淨係話消毒咁簡單，你有人工啦，你有嗰啲消毒品個 cost 啦，有啲 downtime，因為你要停晒工，啲工人要離開個職責，然後先可以消毒噶嘛。咁平均呢，每一日呢個公司嘅消費呢，淨係呢清潔呢一方面呢，已經增加300-400蚊一日。另外，黃江漢話：美國自由貿易無形中提高咗佢哋嘅競爭力，出口稅每年逐漸咁下跌，無疑將成本一路咁下降。講到成本問題，雖然加拿大製作成本一向高出美國，但佢話加拿大始終有佢嘅優點，競爭能力有幾大，將要睇下加幣走勢嘅問題。暫時嚟講，佢會集中主力喺加拿大生產嘅。每一地方有一地方嘅好，加拿大所以係需要話我哋啲成本高啲，但係我哋個加金呢，同美金嚟講呢，個相差額而家就係成18%。如果嗰個 exchange rate 繼續係呢個情況呢，對於加拿大嚟講呢，都幾好嘅，競爭嘅能力好高。由當初一日200打產量增至今日嘅45000件，可算係好大嘅進步。佢話經驗的確帶嚟好多答案。當初單送貨問題實在相當頭痛，但喺同大公司簽約之後，條件比以前優勝得多啦。慢慢做兩做呢，就我哋揾到啲銷路同啲大公司，譬如 Pillsbury 咧就簽咗 contract， 就我哋全部俾晒 Pillsbury 就同我哋做賣貨嘅。我哋淨係負責呢做生產。由於 pizza 係十分流行嘅西方食品，黃先生對前景係相當樂觀嘅。佢相信市場嘅潛力唔單止喺美國，因為全世界人都有興趣食 pizza。究竟佢有冇打算吸引本地華人呢？有諗過，但係呢就未進行，因為我唔知道我哋啲中國同胞呢對於我哋呢種嘅產品有乜嘢感覺。但係如果有人想食嘅呢，隨時打電話嚟，我哋隨時送俾佢，唔使收錢。